将阮的心肝藏在你的手内，你敢甲阮我看卖？不免什么世言，不惊任何阻碍，若有你，就有全世界。过去袂有陪伴你，阮决心爱你到未来。爱到未来。无论是海角天涯，有你的所在，就有我幸福的门牌啊！无论是啥人的爱，阮拢嘛无爱。你是我，你是我。一生的期待。假使是我讲错的，我一定想办法阻止伊。我即摆来去找伊。小伟啊，你吼对着我的身躯比对遐尼久，讲实在，有当时安尼甲想想看看咧，你比我家己的子孙啊搁较亲。算起来年岁啊，甲明辉差不多啊。其实啦，我所介意的顺心母啊，就是亲像你安尼，贤淑乖巧，聪明干练，一定是明辉的贤内助。阿公啊，是安那要安尼做？明辉，是安怎想？你是安那要放空周氏企业的股票？是安那要带小芬走？你怎啊？你讲啥我听无呢？啊？我本来我真尊重你，想袂到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代志，实在让我足失望的。明辉啊，你才觉得还未清楚咧，你选哪来走哪来咧质问我？除了你，还阁有谁会打击周氏企业？除了你，还阁有谁会打击邱美带小芬走？你无感觉你安尼做，伤过超过啊？我当时去带小芬走，啊！我当时去帮他就是企业的股票，这不跟我无关系嘛？啊！小组长，你莫生气啦。明慧，小组长袂安尼做啊。王就好用做事公平磊落，对得起天地良心。我拢袂靠你安尼来指责我。公平磊落，对去天地良心，咱咧周氏企业叫计较的代志，你要安怎讲？我是干那要体会咱唔该高官是做为唔对。两位，你心上所让我想大，竟然唔捌要听到出一口气，我今仔日要活活甲你讲。小组长，你看得见？明慧，你应该相信小组长的话呢。那是伊做，伊一定会承认的。你怎么会相信？咱们开始不要抱怨。小组长，你做得真好，放空周氏企业的股票。但别参
一定会为着周氏企业的形象甲名声，真拍拼着走走资金，而且伊嘛一定会怀疑是黄石虎所做的。所以第二步，咱要为黄石虎迄边下手。那呢？咱应该安怎做？我已调查过啊，黄石虎伊伫咧日本做的是无在家具的生意，而且伊的材料大部分拢是为印尼进口的，所以咱只要甲伊印尼油墨来源抢标落来，当黄石虎的会员，伊若无回通交，工厂自然就倒啊。他说咱若抢到伊无，咱会了真济，咱是毋是算会无？黄石虎这个人啊，真爱面子。伊若发现伊的会员无啊，一定会想办法去买。到时阵价钱方面，就看我欢喜。我了解你的意思，咱若一转手，就能得到2-3倍的利润，计到互黄石虎，也准讲答应出要对付伊。那安尼，咱就咱徛关山，看马烧炭。无毋对，今迄单。黄石虎，你甲我比甲走头步路，我嘛袂遐尔简单，就放你煞。你的心若是毋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那你是我，你是我，一生的依靠。好啊，你会稳定落来，你也注意讲说，情绪唔当伤过激动。啊，若有啥代志，再我敲电话给我。多谢医生。好，先客气。阿公，你即马感觉安那有较好无？拄则是我想要匆忙讲有条话，请你原谅我。明辉，社长上问我的婚姻，你应该要相信伊。我已经看大了，要信不信随在你。因为你对我就是起啊，所以我唔才会怀疑。不过阿公，你做你放心，这件代志的真相，我一定会调查清楚。头家，出代志啊！什么代志你讲我清楚，莫遐尼紧张。日本那边飞士过来讲，咱关单甲关西无在加工厂，即摆出一寡问题，已经无货源，后个月真有可能会断货，所以咱进行所接的订单，恐惊无法度顺利出货。我真个可怜，因伊啊，伊目上已经过了10年的交情，明仔可能无要将货互咱。因为即届有人甲咱抢标，而且伊出的价钱比咱搁较悬1/2。哎呦，那抢标的人是啥？你敢知影？听讲即届出手的是台湾人，到目前为止，还阁无法度查出来对方是啥。不管是咱抢标的是啥物人，咱绝对命令互咱的工厂断货，失信于去哦。不管开我钱，一定要将我木牌抢到倒来。是。台湾人，敢要是单标船？明辉，你若讲安怎讲哈？阮头讲完全无要承认，
遐代志是伊做的，而且伊更较是容易搁做，所以我相信遐代志应该甲伊无关系。啊，不过即马有另外一摊代志，会互阿公对着你误会愈来愈深。什么代志？有人用加一波的介绍，去抽查阮阿公伫关东关西无在加工厂有无来源，而且这个人是台湾人。有这个代志？所以我在想，阿公应该是在怀疑伊张你手走伊的无在。咱想要买回就是企业的股票，最近拢有问题啊，哪阁有令到意气用事，甲你阿公手表无在呢？无毋对，本来才拄啊好，早起公司的股票用别空，过来小分失踪，刷落来，张工也无知加工厂来源是出问题啊。我认为无法讲啊真对，哪会这么拄啊好，这么奇怪？所有的代志拢伫咧一天内底发生。我认为是有人伫咧变鬼变怪，想要使用恁院长甲恁丈公的关系。即马黄石虎甲陈碧川一定会互相怀疑，互相斗争。这就是我要记的结果。那安尼，咱刷落来要安怎做？免着急啦，时机若到，我自然会甲你讲。你两个先走。你哪敢若无啥欢喜啊？你看，妈妈甲你买遐尼侪红仔米，还佫有遐尼侪新衫，这全部拢要互你的呢。妈妈，你之前带我去流浪，毋是讲你无钱，即马我会使买遮侪玩具互我？这是因为哦，妈妈较早有伫咧瑞士银行藏一笔钱，妈妈即摆全部甲伊领出来啊，所以咱就变足有钱的啊。以后你想要买啥，妈妈拢买互你，好无？我袂当玩具，我袂当洗衫，我刚刚买爸爸甲小玲姐姐。你毋是讲你真想妈妈，有妈妈陪你，毋是真好？是啊，啊毋过爸爸无伫，我嘛会想爸爸。妈妈，我这几工拢伫这个厝内底，拢袂用出去，我感觉足无聊的。小丹乖，你的脚未完全好，行路无方便，所以妈妈毋才互你踮要遮静养。等你的脚好啊，妈妈就带你出去佚佗，好无？你要带我去看爸爸甲小玲姐姐哦。好，我会带你去见爸爸甲小玲姐姐。啊，毋过你即马爱先乖乖啊困，好？嗯。你会免毋管查某囝的幸福，啊，毋过我袂用的，我一定要互小芬上好的物质的享受，上温暖的家，也阁有上健全的亲子关系。我爱你回来小芬的身躯边。目转来我的身躯边，这边我绝对袂阁互你离开阮啊！虽然彩云阿姨甲明辉拢认为甲长工无关系，也毋过医长偏偏认为这是长工做的。啊，若长工迄边嘛有人伫咧变鬼，抢走因的业务，这
这无我着恁到底是啥？喂，我要找新文化。我就是，你是啥？你莫管我是啥，我知影恁查某囝小芬人伫倒位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你是我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我要找新文化。我就是，你是啥？你莫管我是啥，我知影恁查某囝小芬人伫倒位。你若是要出去，你即马就出门，红东物件。注意，即阵你一项来，我随时甲你联络，而且你也会记的，不准报警。若无，你就免小想要记着恁查某囝。喂，安怎啊？有人打电话来讲，伊知影小芬下落，而且爱我一个人去，袂用报警。哪会安尼？你是要安怎？小芬伫伊手头，万一若是……无啊，咱敢要报警？莫报警，伊爱我一个人去。我想伊敢若是为着钱尔，这件代志我来处理。有啥物代志我会甲你联络。你较细个哦。喂，是毋是？伫你的头前正手边有一个公园，然后你甲车停喺公园口，人行入去，内底有一个亮灯仔，到时我会阁甲你联络。小芬，小芬，你们在家？爸爸，我最想念你，爸爸。爸爸最想你，爸爸。小芬，这是倒位啊？爸爸哪在家？真是。这是我甲小芬的厝啊。秋雨，我来准你死。我无死，我毋是规个人好好徛伫你面头前。秋雨，这是啥物所在？我哪在这？既然你无死，是安怎袂转去厝的？你甲我讲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啊？本来我嘛是想要自我了断，毋过我无得放下小芬。我坐想，想要参悟人生的道理，毋过我心肝内角，就是无法度透开。我敢若想着身躯边遐的人，着行下，安怎苦度我的心就无法度平静。我决定啊，我袂搁忍气吞声，我袂搁做一个软食的人。既然我无法度成婚，那安尼，就互我心魔。秋碧，你哪会？无抓着，你已经摇着啊。无毋对，陈碧川甲黄石好的代志是我设计的。我挑过伊，要造成伊两个人的对立，安尼我才会当一步一步消灭黄石好。秋碧，你要哪会安尼做？大家拢应原谅你，拢应接受你啊！你是安怎唔知人悔改？尤其是
手玉议长，因真相信讲你已经悔改啊！你啥路要搁对付议长？我嘛真无奈啊！上叫唔就好，甲我逼到无路通摕，为着要甲伊拍倒，我只好借刀杀人。即马只有单逼传有这个实力当甲伊对抗，我只好牺牲单逼传。秋美，枉费你是个做妈妈的人，竟然伫囡仔面头前讲这种话，互囡仔歹的思想，嘛讲了无唔对。小芬袂用留伫你的身边。小芬，咱来走。轰出去！秋美，秋美，拜托你，互阮走。你是小芬的爸爸，嘛是我的翁婿，我袂互你走啊！为今日开始，爹一直伫我甲小芬的身躯边，就算讲死，嘛会死伫这。阿川伊先陪你去困，明仔透早妈妈陪你去学校，好无？阿公、妈妈。大明啊，这么晚还未困啊？我是要等妈妈讲故事给我听。翠啊，来无看到文化啦？有人打电话来讲，知影小芬的下落，爱文华一个人去妇幼，而且不准报警，文华就出去啊。我一直联络不了伊。这一听就知影讲对方无好意啦，你应该先报警才对啊。阮就惊讲对方会伤害小芬，就想讲若是当用钱来解决，先用小芬救回来较重要。煞知影，其实吼，秋玉甲文华想的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若是即马连文华拢无去啊，那呢我就感觉这件代志有淡薄仔奇怪。袂用搁等啊啦，对付这歹人啊，绝对袂用伤过去啦。对啊，时间来报警。静心啊！来走。哇，妈妈，这就是刚那个给餐厅赶快。小芬，我甲恁爸爸结婚5、6年啊，啊，不过咱一家伙仔拢无斗阵好好食一顿饭。即马恁爸爸过来陪咱团圆，因阿妈妈拄啊好有闲，所以咱3个人会当好好做伙食一顿青草的啊。文华，你还阁戆戆徛伫遐创啥？紧抱小芬过来啊！文华。恁抱小芬过来啦，这是伊的位。文华，这是你的位，你坐遐。这是上好的香槟，咱阿某好好啉一杯。
祝咱的人生久久长长，爱情甜甜蜜蜜。秋美，我拜托你，莫安尼好无？缀我来倒，秋哥甲姨丈真正足烦恼的。文华，我即摆心情足好诶，请你莫了解我的心情。假使我若生气，对大家拢无好处，敢毋是？我认为，咱是一家伙仔，本来就应该亲像安尼幸福过日子的。啊，毋过以前你想无，毋知安怎过日子。啊，毋过袂要紧，以后我会慢慢教你，我会教你安怎做一个好翁婿，安怎做一个好爸爸。把手表摕起来啊！秋美。紧嘞，我摕手就酸啊！安尼毋才对，你对我足好诶。干杯！祝咱幸福美满，别条偕老。爸爸当时再会回来。小玲，咱已经报警啊，警察替咱找爸爸回来，你莫烦恼。妈妈，爸爸是毋是互歹人掠去？爸爸一定会回来。来，你先去困，等你困醒，爸爸就回来啊。就是了，好，那你快困。我带你去困哈。阿公阿妈晚安。晚安，乖啊。阿姨，来，这样。姐姐，当然，啊，文化消息转来，我发明威4个去找哦，都无文化消息。看起来文化真正出代志啊！他说这若真是一个绑票案，对方要抵的应该是钱才对。啊，文华嘛，照因所讲的，过因那边，这就表示有解决的诚意啊。因无应该甲文华嘛拔去啊。除非什么？除非对方要抵的不是钱。你意思是讲，有人挑工要甲文华绑走？这一开始是小芬，即摆阁是文化，对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大家，对啊，有什么消息？乌龙大已经动用所有的兄弟出去咧找齐，也毋过到目前拢还无消息。根据乌龙大的推测，这件代志真有可能甲黄石虎有关系。无可能！你讲我有去找阿公，阿公坚持讲伊是新白的，而且伊去到新竹被发作，所以我相信这样代志，伊绝对去王讲的。这件代志，对无？麻烦你继续去查清楚。是。谢组长，头拄仔明辉打电话来，讲新文化失踪。我想这件代志，幕后一定有推手。你是认为讲这件代志有人挑工咧设局？是，而且这个人对陈家一举一动非常清楚。唔那安尼，我阁怀疑。放空就是去啊股票，啊，阁有咱又无倒回的代志，
是同一个人做的。郑辉，你意思是讲有人跳过去制作东家甲老头家中间的误会？真有可能。郑辉的推测真有道理，而且这个人真可能是咱的刑区兵，伊对阮两家非常的清楚。既然若是安尼，我有需要来去找陈碧川讲讲。小舅长，即马遐晚，而且陈家即马一定乱糟糟。我今日去，陈碧川。郑辉，我就是因为惊伊误会我，所以我有需要来甲伊解释清楚。阿兄，你老店厝里有啥物代志，随时甲我通知。是。郑辉，你跟我来去。是。你是不是叫黄石虎？你什么人？干嘛？接找嫂子。是。把人抓出来。是。卡条总裁。喂，代志办了安怎？完成还是？明辉，你倒来啊？阮阿公是毋是困啊？因无伫厝，因去东家找陈碧川。去东家？真哪有可能？我拄去东家回来，谁也无看到伊。干嘛呢？你甲郑辉一定去2点外钟啊？
喂，警察局，是啥物代志啊？啥？阮阿公昏迷不彻，去互送去病院。林王，我是黄石好的孙啊，请问黄石好即摆人安怎？医生当日替去救，状况无啥乐观。金先生，请问你伫倒位发现阮家老头家？就伫咧黄老先生徛过无偌远的所在，有路过的人发现黄老先生甲詹铁武两个人已经同行。你的心若是轻柔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，你是我一生的依靠。请问你伫倒位发现阮家老头家？就伫咧黄老先生徛过无偌远的所在，有路过的人发现黄老先生甲詹铁武两个人倒伫咧涂骹。铁牛？詹铁武你有熟识？我有熟识啊，不过应该袂出现伫阮兜附近才对啊。是啊，请问你现场敢有看到朱建辉？朱建辉无呢，敢有问题？代志哪变安尼啦？现场有打斗过的痕迹，因两人是去互棍仔所讲着伤，而且詹铁武手中确实有摕着迄棍仔，迄支棍仔已经3天化了。刚讲是铁牛攻击阿公，咱咧铁牛哪人呢？伊即摆伫咧另外一间高压病房急救观察，阮警方已经成立侦办小组，不过即摆需要是恁家属爱提供一寡线索。医生，伊人个亲属会用入去看黄老先生。哦。咱才拄上你，为了死，较坚强，你也活落来。目睭起起紧困啊！我困袂去。妈妈唱歌互你听，故事嘛讲啊，你还阁困袂去啊？我困袂去嘛。爸爸，你哪会坐遐来讲话？你袂爱困哦？无啊，你哪敢若有心事？你伫咧想啥？无啊，咱结婚遐尼侪年啊，毋过小芬无一天甲伊的爸爸妈妈斗阵困。即马咱两个人陪伊，一定是欢喜甲困袂去。你讲对无？秋美，你是安怎要来做？小芬需要是爸母的爱，毋是你这种方法啊！你点去？文华，你对我知，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小芬，你一个人踮遮乖乖啊困，爸爸妈妈等一下有过来陪你，哈？对我知。秋美，我拄才讲的话，你应该了解。小芬，伊是一个真乖巧的囡仔，不过真可惜，你以前拢无好好疼惜伊。当然啦，我嘛有责任，我想过伊有在你啊，所以你才会对阮母仔囝遐尔冷淡。不过小芬伊即摆忏悔啊，伊真是足可怜的。我绝对袂当允准有人挑拨伊、欺负伊，还是守护伊。文华，我拜托
我小芬温暖，我小芬爱，互咱伫咧小芬的面头前，变成一对恩爱翁仔宝，好不好？秋美，是我拜托你，莫搁安尼一直坚持，莫搁安尼折磨对方嘛。我对你什么感觉拢无啊！你爱我嫁袂出来嘛？秋美，拜托你即马互我走，莫阻挡我。你走袂去，有人伫咧门口顾着，你若是敢出去，因就会随互你无命。了，我这有一罐毒药啊，我甲小芬都会同归于尽。你敢忍心安尼做？这个残忍的代志，你也做得出来？我嘛无办法，我是互人逼着的，无人愿意互我机会，我只好家己想办法求生存。有啊，是啊，我敢若爱你一个人，你莫互我失望，也若无我会真痛苦。不管你同情我也好，还是你受到我的威胁，啊，不过我拜托你，咱可以做一对恩爱的翁，好不好？我请你莫破坏我的美梦，也若无。我只好做出我家己嘛无想要做的代志。你答应我好不好？你莫乱来，我答应你袂走。安尼唔才对。可是你以前都应该对我安尼，唔知偌好。那你还不会小芬？蛋姐，还有啥物代志？既然咱即马是一对恩爱的翁仔某，那安尼，你是毋是应该甲我抱你去房间？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。你的人，你是我。既然咱即马是一对恩爱的翁仔某，那安尼，你是毋是应该甲我抱你去房间？过来啊！你唔知困着我甲小芬伫咧等你。紧的啊，我无啥物耐心哦。有啊，我感觉咱即摆安尼。这是幸福快乐的一家伙啊！以后无任何代志会当搁让人跳分开啊！小芬，以后逐工爸爸妈妈拢会陪你做伙困，你有欢喜无？有，当然欢喜。欢喜，目睭有加紧困哦。文华，你这手互小芬。一手抱我，安尼困才对。我真是感觉我足幸福。秋美的精神状况看起来无啥稳定，为着小芬，我只好暂时先应付伊啊。
爸，阿姨，你规暝拢无困哦？去店面困一下啦。我困袂去啦。我若想着文化，即马也毋知安怎，我若足烦恼的。伊着，你敢知影？阿公还阁铁牛去互警方发现，昏倒伫阮兜的门口口。真话，即马人嘛毋知走去倒位。医生讲，阿公是去互棍仔拍着伤的。警方也表示，这棍仔顶边全部拢是铁牛的指纹。哪会发生这种代志啊？昨铁牛伫遮，就咧怀疑文化代志跟阿公有关系。结果无偌久，我阿公就去互拍着伤啊，真明显就是铁牛做的。伊铁牛的个性，伊无可能无缘无故就对着老大人下手啦。是啊，美惠啊，你若讲即马安怎哈？伊即马在急救，医生讲伊的状况真危险。苗辉，这小连线的代志实在真奇怪。我想，一定是有人挑过伊安排，想要引起咱双方面的误会。小瑶讲得无毋对啦，这代志确实真奇怪。不过，我实在想无，到底是啥物人挑工要来找咱的麻烦？一定是对咱真熟悉啦。爸爸妈妈拢毋捌做伙带你菜耍来食饭，今日咱做算一家伙仔出佚佗，你有欢喜无？有，妈妈真欢喜耶。小乖乖，托尼去买票。文华，今日你愿意陪我出行行的，带小班出佚佗，我真是足欢喜的。你的表现愈来愈好啊！厝边的情况，恐惊已经愈来愈无稳定了。过年落去，会发生什么款的代志，实在足歹安全的。我带去找小分走。你的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也无效。天若有情，天会留，只有将记忆赶伫阮心头。如今清醒才明了，人生的美丽。心若是不肯留，总是有真多理由做借口你的人。若是要走，目屎口干